古代歷史上面咧，國庫一旦出現虧空嘅問題，一係打老百姓嘅主意，要麼就係打商人嘅主意。呢句咧係大明王朝入面嘅一句台詞啊。其實古代好多王朝都係咁做嘅，但係歷史上面打老百姓主意嘅，最後往往會導致咩啊？農民起義啊。咁點解歷代王朝都仲唔吸取教訓呢？其實咧，打商人嘅主意咧，歷朝歷代咧都有做過。歷史上根本就冇乜商人可以長時間咁富有嘅。其實古代王朝都知道唔好亂打老百姓嘅主意，佢哋大把辦法揾錢嘅。比如漢朝喺漢文帝嘅時期，甚至連種田都唔使交稅嘅，反而就有咗呢個叫民警之治。到咗漢武帝時期啊，一開始都冇諗住即刻打老百姓嘅主意嘅。漢武帝先係搞咗呢個鹽鐵專賣，壟斷咗呢個社會嘅必需品行業，同時嚴厲打擊民間私自經營。呢種朝廷親自落場做嘅生意，通過壟斷將呢個定價權同解釋權都掌握喺自己手入邊。其實咁樣已經足夠解決一個朝廷缺錢嘅問題嘅啦。所以往後嘅2000年，所有王朝都喺度模仿呢種模式，但係點解最終都會失敗呢？因為啲官僚們最後都會將朝廷壟斷產生嘅利潤諗盡一切辦法放入自己嘅袋度，甚至咧仲會諗盡辦法將呢啲生意變成世襲罔替嘅，成為佢哋家族嘅世襲生意。咁最後呢啲朝廷嘅生意就會變成朝廷官員佢哋家族嘅世襲生意啦，即係阿爺做完老豆做，老豆做完阿仔做，係咪好似我哋而家啲比較好嘅事業單位咁呢？最後搞到壟斷嘅生意居然出現咗蝕錢嘅情況，仲要朝廷出錢去補貼。於是呢，朝廷壟斷晒所有可以壟斷嘅生意，實在冇辦法嘅話，就只能夠打商人嘅主意啦。所以歷史上有錢嘅商人基本上到最後都係得唔到善終嘅。咁啊，仲有土地兼併呢一塊。一開始我以為土地兼併呢，就係一個農民賺到錢之後變成地主，跟住再通過金錢買入其他嘅田地，逐步咁樣兼併成為咗呢個大地主。但係後嚟我睇咗好多歷史書之後，先發現根本唔係咁回事。因為除咗漢文帝時期有個土地唔使交稅，其他時期都要交稅，而且交幾多仲係朝廷話事。比如一畝地如果可以產生100蚊嘅收益，扣除人工成本50蚊，仲可以剩低50蚊，係咪？但係朝廷嘅稅嚟咗之後甚至可能要收超過50蚊。咁而家大家可能覺得呢種現象好離譜啦，做生做死先得雞稅咁多到自己農民嘅手。但係古代呢啲事一直都係咁發生嘅，因為古代嘅官員嗰啲皇親貴族呢啲人呢，唔使交稅嘅，而且皇冠貴族仲會有賞賜嘅田地。後嚟發展到呢，只要你科舉高中咗，做咗官都會有地種，就算你冇做官，只要中咗舉都唔使交稅。所以就導致享受福利嘅人越嚟越多，而交稅嘅田就越嚟越少啦。咁最後朝廷冇辦法啦，就只可以增加呢個稅收，而老百姓冇辦法啦，最後只可以將啲地賣翻俾士紳們，大家都去租士紳們嘅地嚟種，咁樣佢嘅成本會低啲。等到大家都租士紳們嘅地去種，士紳們呢就開始慢慢又提高呢個租金啦。最後無論係租朝廷嘅地，定係去租嗰啲士紳們嘅地，都冇辦法養活自己啦。最後只可以起身反抗，因為古代嘅土地兼併唔係自由交易導致嘅，而係權力嘅作用。好多人可能會覺得好奇怪，商業咁發達嘅宋朝時期，點解唔會發展出資本主義呢？因為喺古代嘅商人經商，佢哋有錢之後佢哋唔會諗住點樣去提高生產力，點樣提高生產效率嘅。佢哋有咗錢之後，只會第一時間諗到咩嘢呢？就係等自己嘅子孫後代去參加科舉，成為權力體系中嘅一員。咁樣嘅話呢，一方面可以免除呢個稅收，另一方面呢多一層保障。最後發展到商人們慢慢變成士紳們嘅一員，所以最終朝廷只可以打主意嘅就剩翻老百姓。哪怕知道結果唔好，但係每朝每代都只可以盡量諗辦法，令到老百姓變得聽話啲。泰豐揾老飯，包你唔使煩。